家好，咱今仔日的主题是两医康甲中风。两医康是啥物物件？其实咱心脏的结构是若像正平的即张图安尼，心脏内底有4个房间，顶悬2个是心房，下骹2个是心室，佫有分做倒平甲正平。若是正平心房甲倒平的心房中有一个孔，互两边的血会相通，这就是心脏中有一个破孔。当然，这有几种形成的原因。有一种叫做心房中隔缺损，迄是真正是有病，这算先天性心脏病一种。毋过有另外一种叫做两耳孔无肉，正平这张图就叫做两耳孔无肉。其实严格来讲，这毋是先天性心脏病一种，这是先天性的，毋过伊毋是病。因为正常有人做过研究，这种研究是做死后的解剖，看人过身以后伊大体伊身躯内底心脏有啥物问题无？就发现讲，伊其实正常的人，伊身躯内底1/4心脏拢有即种物件伫咧。毋过吼，其实即个结构伊若像是一种无爱的结构，就是讲伊大个时阵血袂相通，毋过有当时伊可能会开，伊大概无遮尔肉。其实即个结构是所有的人伫咱阿母的身躯内底的时阵，胎儿时期拢需要的一个结构，伊需要互正心房的血直接通去倒心房，因为出世正常咱的细胞无啥路用，咱正平的心房心室就是要互血拍去细胞的，毋过因为出世正常咱无需要用细胞喘气，所以有一寡血就直接流过即个两耳孔去倒平，去全身躯。出世以后，即个孔就愈来愈无路用所以伊会家己擘起来，毋过时间就无一定。过来就是讲中风，咱主题是两耳孔甲中风。中风佫有分做2种，一种是间塌型的，一种是出血型的。间塌型的就是脑血筋去互一个血管塌掉咧，有欠血，脑的一部分欠血。另外一种是出血型的，出血型的某人叫伊叫做长脑筋，就是血筋破去，真侪血流去脑的内底。是啥物原因会造成中风呢？即原因有足侪，像讲高血压糖尿病、心律不正，毋过血筋会细，也是讲胆固醇，较通俗的话就是讲血油伤悬，这拢是一部分的原因。其实所谓中风有1/3到1/4的原因恶吹，毋知影到底是啥物款的原因，这就叫做紊源性中风。其实紊源性中风毋是无原因，伊也是有原因，敢若是讲即个原因较无好找，毋是一般的原因。其中有一大部分有可能甲心脏内底有即个两耳孔有关系。过来有诶就是有当时会举起来心律不正，可能咱一般做心电图诶时阵毋知，毋过咱时间做较长咧，24点钟，甚至是做1礼拜诶心电图，可能就会知影讲有当时心脏会乱跳。尤其是其中诶一种叫做心房震动，即种特别甲中风有关系。佫有诶可能是遗传性诶凝血问题有感染自体免疫诶问题、发炎诶毛病。两耳孔甲中风有啥物关系？就若像正平即张图所画诶安尼，即张图是我家己画。咱拢知影吼，心脏一般诶心脏啦，正常诶心脏正平倒平爱分开，就是正平是甲血拍去细胞诶，倒平是甲血拍去全身躯诶。理论上两边血是袂相通诶，伊一定爱经过细胞，细胞就若像是利纸会做过滤，也是咱诶骹坐较久咧，生一粒血角，即粒血角流转来
心脏的时阵，伊会大静脉流转来正心房、正心室，搁去系动脉，走去肺部。理论上伊着留伫肺部，所以若是较生血管的人，伊可能会有肺部这叫做肺动脉梗塌的问题。啊，毋过即个血管袂走去脑，因为脑是伫全身躯的血筋迄边，是倒心室才会甲血拍去脑部。啊，毋过若是心脏真正有一个所在有破空，会互正边甲倒边相通，即个血角走来正心房的时阵，伊就会当透过即个空，即个两圆空走去倒心房，搁去倒心室，啊，搁拍出去，会到倒位，就拢有可能会走去脑啊，走去骹啊，走去手啊，这啥物可能拢有。那毋过走去别个所在较无遐尼严重，上严重的就是走去脑，因为脑若是一条血筋或血管塌掉咧，脑欠血，就有足严重的症头，就是脑有一区有欠血，就变做中风啊。啊，毋过心脏即个空，即个两圆空其实是足细空的，而且拄则有讲啊，伊的结构毋是一直拢是开开的，血嘛袂一直流过去，伊是足薄的膜啊搭咧。啊，伊若是无开开的时阵，其实咱嘛找袂着。一般的心脏超音波啊，胸前的心脏超音波其实是看袂清楚的，所以咱要透过较特殊的检查，才会当找着两圆空。第一种就是经实的心脏超音波，这种就是那像是吞胃镜安尼，爱加一支探头放入去食道，因为食道就伫心脏的后壁，啊就挖心脏的，所以伊的影像是上介清楚，比伫胸坎仔头前安尼做心脏超音波影像搁较清楚。但毋过嘛有歹处，伊较歹的所在就是讲吞胃镜，伊是有一点仔侵入性，较无遐尼舒适。啊，过来就是咧做的时阵啊，你喙里有一支物件，所以你无法度定力，定力就是要互心脏内底压力称悬，会当较有机会互血透过开开的两圆孔为正边到倒边去。第二种就是胸前气泡心脏超音波，这就是讲甲一般咧做心脏超音波的方法是共款的，所以你无侵入性。啊，搁病人会当配合定力，会有较大的机会会当看到两圆孔有开开，啊，搁会当看到心脏所有的结构，啊，甲经实的超音波这点是共款的。啊，计出来就是当定力，甲无侵入性。啊，毋过较歹的所在就是讲，因为若是胸坎仔伤厚的人啊，像伤大颗的人，也是讲伊肺部无好的人，肺部有病的人，你做胸前的心脏超音波，其实伊的影像就较无遐尼清楚。啊，第三种是做脑血筋气泡Doppler 就是英语的 Doppler。啊，这好的所在就是讲完全无侵入性，甲胸前的心脏超音波是共款的。啊，佫会当定力，较袂受到大颗的影响，因为要咧做 Doppler，其实伊无要甲结构看甲真清楚，伊就是找一条任何一条脑的动脉，透过咱头壳碗的骨头看入去，啊去侦测内底血流，若是有气泡走过去，这血流就会有一阵仔会互这个气泡拍断，所以就会知影讲，这水有流过去。啊，歹的所在是啥物？就是讲，看袂着心脏的结构，就是知影讲，咱咧注水的时阵，水会流过去，会为心脏的正边流去倒边。啊，毋过到底伊是透过心脏内底空，还是别个所在空，这个咱毋知影。啊，这个即寡检查做出来的影像，像讲这就是经实道的超音波，咱等下看到箭头的所在，就是迄个两圆孔的所在。其实伊是抑搁大咧，毋过伊有一条缝，可能会互血管走过去。
啊，正边这张图就是静态的影像，就是这个所在就是伊的空。过来就是形状的气泡、心脏超音波。这个啥物叫做气泡超音波？可能真侪人无了解啦。这就是讲，拄则有讲啊，咱心脏理论上正边、倒边是分开的。咱若是有血位正边流去倒边去，就表示讲应该是有一个空。虽然讲这个空到底伫倒位，咱可能毋知，但是代表有一个空。啊，咱要安怎知影血有流过去？其实这血的量足少诶，所以咱平常用超音波是看袂到诶。所以咱爱为手诶软针来注水，而且这水毋是一般诶生理实验水尔，这是爱经过处理过，爱甲内底淋真济足油诶气泡，就是气泡仔镜，甲伊用足紧诶速度注入去。注入去的所在，伫心脏内底，咱会看到足细的气泡伫内底飞。啊，若是干那伫正边看到，就代表讲，这水无为心脏的正边通去倒边。啊，毋过若是伫倒边有看到，就表示讲，伊一定是有一个空，才会当互遮个气泡仔囝走去倒边去。啊，既然咱注的水有法度走去倒边，就代表讲一般的时阵，伊咧电力可能血会为正边走去倒边去，若是有血角嘛可能会为正边走去倒边。所以这第一个影片是无电力的时阵，咱正边全拢是气泡啊，毋过倒边拢无气泡，这就是算正常的检查结果。第二张图。这就是夭寿者气泡，伊有配合电力。即摆就是气泡走去倒边啊，这是非常的济。上正边就是气泡嘛是有走去倒边，毋过伊量较少。第三种就是脑血筋的气泡脱落，这就是找一条脑的动脉。咱咧看伊的血，这是动脉的泡，有悬有低。中咱会看到白白一支一支的，这就是这个时阵气泡走过来啊，甲伊的血流拍转去啊。咱会当看正边的图，正边的图是静态的，静态咱有画箭头的这个所在，就是有气泡的所在，这代表讲啊，这个气泡是有走去脑的哦。虽然讲伊到底是为倒位走过去的，咱毋知，毋过上大的可能就是有两耳孔。啥物时阵爱治疗？咱看健保符合的条件，就是若是有中风，有找着有两耳孔，你会当证明讲会为正边流去倒边，这就是伊的条件。若是学术上较甲即个孔读起来，会得到好处的，就是较少年的中风，嘛会感觉讲。有即个两耳孔有可能是即摆中风的原因之一，这就是符合的条件。佫有一个是，若是咱找着两耳孔，而且伊是较危险的结果，就若像正边即两张图安尼，就是讲伊心房中隔会秀来秀去，若像是瘤即种形状，这嘛是较危险的结果，较会生血角。即种嘛是建议爱甲伊读起来。两耳孔安怎治疗？毋免破胸坎仔开刀，破胸心脏破胸坎仔，就是用心导管来放塔仔，用即个塔仔甲即个破孔读起来。读起来好处是啥？就是两边就袂相痛啊，所以若是有当时静脉真正有血角走去心脏，伊就会直接去肺部，会踢伫肺部，但是袂踢去脑。就袂中风。当然，对于
中风的人来讲啦，伊定定原因是足侪，毋若两耳孔高一个因素尔，所以甲这读起来嘛袂当保证讲以后就永远袂中风。我今仔日要讲的主题就讲到遮，多谢大家。